大家好，我係陽光仔，今集嚟到日出康城領峰，受業主委託進行全屋鋁窗維修以及露台門防漏工程。先講講露台維修部分，可以見到露台門膠邊彈出脫落，影響開關。原因係因為業主上次更換咗唔啱尺寸嘅膠邊。其實每個屋苑嘅鋁窗同埋露台門所用嘅膠邊尺寸厚度都唔一樣，只有尺寸合適嘅膠邊先能夠做到最佳嘅隔音同防水功能。所以業主需要更換嘅時候，記得要留意清楚啦。嚟到露台防漏工程部分，可以見到防水層出現老化收縮剝落情況。如果唔及早改善，雨水就會從罅位乘虛而入，滲入石屎，導致鋼筋生鏽發脹，最終會令到露台門路軌變形，影響開關順暢度㗎。最後嚟到鋁窗維修部分，可以見到膠邊溶化得好嚴重。其實業主一直都好受困擾，曾經更換過一次，不過唔好彩，嗰次嘅維修師傅冇徹底清除積住咗喺坑槽位嘅溶化膠漬。正確嘅解決方法係必須清乾淨坑槽位嚟固定新嘅耐用物料 TPV 膠邊，咁就冇後顧之憂啦。最後業主更換埋較為方便嘅防風扣款式。工程完成，